来看台湾电竞联盟的前董事长池培晶，因为牵涉到九州跋筊集团敛钱洗钱案，互台中地检署来起诉。池培晶来指控，讲因去做笔录的时阵，检察官有真侪无适当的言语，毋但有要甲拖这个乌洗的嫌疑，阁互伊感觉甲骚扰了。池培晶透过律师讲，遐真无适当的问口径的内容，拢无写伫个笔录内底。因已经申请要摕当时问笔录的录影、录音的光碟。台中地检署是来回应讲，当咧了解、厘清事实。台湾电竞联盟的前董事长池培晶，因为指控牵涉到九州跋筊集团的总裁陈建国的诈骗甲洗钱案，去年12月到台中地方法院出庭接受调查。池培晶指控接受检察官问话时，互不当受教，时间落伫2024年4月到5月之间5摆的问话。伫规定中，检察官问伊：你是安怎要替陈建国走总？你也无提钱互我真正就想要和你私底下做朋友。伊认为5摆接受问话的过程，那检察官有讨要借钱的嫌疑，而且佮甲言语性骚扰。检察官佮问伊讲：你是安怎要和你的前翁离婚？伊认为这甲案情无关系。4月14已经向法院申请调精神的公碟，要求主管机关依法追究责任。承办检察官侦讯时之内容是否涉及不正讯问，本所律师会在法院审理时具体表示意见，以维护当事人权益。池培晶透过律师回应讲，放起诉了后，伊去看侦查笔录，发现这个检察官伫侦查庭言辞不当的问话，拢无记伫内底。对这件代志，台中地检署伫结果进前，无针对池培晶的指控回应，敢若初步表示讲会了解厘清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